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列拉斯到屏东，甲当地泰武国小的古谣团唱队做伙合唱着百万族的古调。卡列拉斯讲，之所以来台湾演出，就是去互这阵原住民小朋友的歌声感动着。 西班牙的歌唱家卡列拉斯温暖的歌声令人陶醉。伊甲台北国小古谣团唱队合唱，美声甲天籁结合，互乐迷赞叹。 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列拉斯到屏东演艺厅唱歌，要请到大师真正无简单。演唱会前，卡列拉斯就先到泰武国小去拜访部落囡仔，热情甲欢迎。为了请卡列拉斯到屏东，县政府年初就寄出泰武古谣团唱队的专辑给伊，为了解这群囡仔因为莫拉克风灾前后中间打拼活出自我的故事，和卡列拉斯真感动。 Nice place and to be in this wonderful children's school. Thank you, thank you. 来到屏东，这也是他在台湾的唯一的一场的演唱会。伊专工到屏东，甲一群囡仔进行一场充满生命力的音乐会，嘛，互屏东决定上世界艺术的地图。